来看教育部用5档的时间，开16亿5000万来打造新的海事实习船，伫咧26载起正式启航前往日本。教育部表示讲，这只船就亲像海上的学校，顶悬的设备拢是上新的，符合业界的需求，互学生会当将理论甲实务来结合，替台湾培养更较侪海事人才。所以这是一个互动式的，而且让你模拟在实际的现场。不管手点到到民邦顶悬对随显示迄项设备，互你进行互动式的模拟演练。这只建设船宇航号114公尺长，高雄科技大学表示，所有2个体设备拢是即卖上新的。26这天头摆出航前往日本，第一批学生拢是来自高雄科技大学的囡仔。这摆建设成绩以后拢会记录伫因的海勤助力顶悬，帮助因进入业界服务。打成绩之外，我们也会把他的学习的记录呢，把它放到所谓的训练记录簿上面去，这会变成是他未来在当船员的时候的一个终身的一种那种资历。一般海事学校已经有一套就是超船甲板用的超船模拟机，但是我们还有一套是机舱的训练轮机学生的模拟机，那还有一个高压电模拟机，那这个是轮机的模拟机在岸上会比较少遇到。教育部长陈英尧表示，台湾是海岛国家，要走向世界对海洋出发是一个真好的开始，也因此，咱对海事人才培养都要愈注重。结合人才培育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切入点。我们其实需要透过海洋来突破，来教全世界更多的朋友，能够对台湾欣赏台湾、认识台湾。支持台湾。来跑船，我觉得，就是比较有挑战性，对，会很辛苦嘞。对，但是我觉得我可以。包括头摆出航在内，宇航科伫8月进前，总共安排10个航次。除了高科大以外，也有海洋大学等正10间学校，估计会有超过1700人次的学生会当参加海上训练。记者柯家如、柯昭勇高雄采访报道。